今日嚟到游翠苑嘅睡房介紹啊，選色方面咧就以白色為主調，黑色灰色咧就做點綴啊，打造一個時代設計風。書台呢度就做小反板，咁有時工作時間想加大張台就可以彈性啲啦。上邊吊櫃咧就打咗燈，咁就冇咁壓迫啦。有壓床嘅設計咧就方便存放一啲大型物件啦。衣櫃咧就可以平衡翻咧各種嘅儲物方式喎。嚟到主人房啦，一組大衣櫃啊，中間咧就做咗一隻大玻璃門，就有少少透視感。趟門開門嘅方式咧，絲滑得嚟又唔佔空間喎。咁大組衣櫃入邊啊，梗係掛通層板櫃桶啊，一應俱全啦。咁基本價錢咧都包晒，唔需要另外再加錢噶啦。嚟到書台呢個位置啦，咁其實就一物兩用嘅。呢一塊反板咧反起上嚟就變咗一張梳妝台。咁下邊咧仲可以做兩個櫃桶喎，咁大張床又壓床啊，梗係唔少得啦。今次介紹嚟到呢度啦，有需要可以向我哋查詢翻裝修家私服務。